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，饮食文化是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中璀璨的明珠，是中华文明史的重要组成。在地理环境方面，中国幅员辽阔，气候、地理条件以及食材资源大有不同。在文化历史方面，不同地区的人民有着不同的文化风格与宗教信仰，所以在质量方面的影响下，在中国逐渐形成了4种风味不同的菜系，包括清香醇浓的鲁菜、清淡鲜香的粤菜、精致清爽的淮扬菜，以及麻辣鲜香的川菜。其中川菜取材广泛，口味醇厚，常用麻辣调料著称，并以别具一格的烹调方法和浓郁的地方风味而闻名。宫保鸡丁可以说是全球范围内最负盛名的川菜之一。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宫保鸡丁这道菜的做法。宫保的主料是鸡肉，还有胡萝卜、黄瓜、大葱、生姜、蒜子、鸡精、料酒、蛋清、干淀粉、油、干辣椒、花椒、白糖、香醋、生抽、花生米。首先要做的是腌制鸡肉，切好的鸡丁放入碗中，加入适量的盐、鸡精、少许的料酒、生抽和适量的蛋清，抓匀。随后加入适量的干淀粉，抓匀。最后加入2勺油，拌匀。随后准备蔬菜丁，黄瓜和胡萝卜切成丁，大葱切成段备用。最后准备勾芡汤料，碗中加入1勺白糖和1勺香醋，2勺生抽，鸡精2克，料酒2克，少许的干淀粉，2勺清水，搅拌化开。准备好备用食材后，下面我们开始正式炒制宫保鸡丁。锅烧热后，放入适量的油，滑锅，下入鸡丁滑散，然后倒入胡萝卜丁和黄瓜丁，炒熟后盛出备用。随后锅中加入适量的油烧热，然后下入生姜、蒜片、干辣椒和花椒。之后倒入已经炒熟的鸡丁、胡萝卜丁和黄瓜丁，倒入调好的勾芡料汁。最后出锅前倒入花生米，炒香。好了，这道流传古今中外、4香味俱全的宫保鸡丁就烹饪完毕了。